我今日係第一次整一個頻道嘅第一條影片啦。咁我接下來係諗住就整一啲影片，就係我玩嘅遊戲，即係《荒野大》而家顯示緊嘅畫面就升到4萬杯，我就諗住將一啲比較高杯啲嘅角色嘅對戰較精彩嘅就 send 上去嘅。咁到時你就可以喺我嘅 YouTube 頻道睇啦。咁唔好咁多廢話，直接開始啦。好。咁我就選擇用迪達嘅，因為我都想將迪達開始升到上1000杯啊！好啊，咁就唔好咁多廢話，直接睇下對面。OK， 對面兩個傳奇，咁呢鋪就都唔會話好乜輸嘅，不過我有投資，隊友有投資角色嗰啲難打嘅。不過只要投資投得好都唔會咁快死嘅。唉，大鑊，馬克死咗。OK， 對面死咗個 OK， 真拿我又 OK 靚波啊！隊友真拿一個1200啊 OK， 真拿入咗波1-0 OK， 而家繼續。咁我覺得我同麥克配合得幾好。OK， 麥克暈咗人 OK， 接殺死咗一個 OK， 死咗兩個。咁對面得翻一個真拿就自然都俾我哋殺死啊！OK， 但係對面嘅敵人重生咗，我選擇開個背劍打佢一下。OK， 然之後佢，佢最後都 OK， 我死之前再打一發好攻再打死。Oh no！ 真拿俾山迪暈一下。OK， 真拿將大招改下，但係再俾後嚟嘅敵人殺咗。最後都係俾沙迪入咗1-1。咁就到佢哋後期咧，開始有大技啊，嗰啲發育嗰啲都比較勁，就開始兩個投資角都比較難打啦，即係已經唔足以可以殺佢哋。果然呢鋪係輸咗嘅。好啦，咁今日係我第一條片，我今日嘅內容就到呢度，暫時可能夜晚會再拍一條片，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